位，我繼續咧分享我嚟紐西蘭放安息假嘅一啲嘅得着，一啲嘅經歷。大家都知道啦，我選擇過嚟紐西蘭放假放呢個安息假，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咧能夠嚟呢度玩落山單車。嗱，呢度嘅 bike park 咧就做得好完善嘅，有啲平啲，有啲貴啲，有啲難度就高啲，有啲容易啲，咁好多嘅，即係你可以自己去揀嘅。咁特別咧呢度天氣好好嘅時候呢，你喺大自然裏邊玩落山單車，你就一邊玩一邊係享受咧神創造嘅上山啦、落山啦，神創造樹木嘅遮陰啦、泥土嘅味道啦、樹木嘅清新啦，你又可以享受花朵嘅燦爛啦，又聽到咧雀仔嘅叫聲。當然啦，冇得比咧就係陽光嘅暴曬啦，突然間咧又會落大雨淋到你濕晒啦，突然間又打大風颳起，哇！你之後踩嘅時候咧就好辛苦，要用多好多力。最特別咧間中咧會有啲蛇蟲鼠蟻就陪住你一齊踩嘅。我啊特別咧中意停留喺大自然裏邊，所以我特別中意玩咧落山單車，因為我能夠享受咧神所創造嘅每一樣嘢。大家知道咧，要玩落山單車，首先就係要上山，然之後咧你先可以享受咧碌落山嘅樂趣。但喺上山嘅過程裏邊咧，一定要慢慢嚟，要好平衡嘅咧，平均咧咁樣嚟到用力先得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就唔夠力，一次過用晒所有力就上唔到山頂噶啦。所以咧要慢慢分配啲力啲氣力，一路上到去。咁喺呢個上山嘅過程裏邊咧，其實就係最好咧可以享受身邊每一個嘅事物，有一路上山一路望一路睇，有唔同顏色嘅花啦，唔同形狀嘅樹木啦，大大小小唔同顏色嘅樹葉啦，好多唔同嘅昆蟲啦，喺你周邊咧走來走去啦，間中咧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動物嘅。我試過見到馬騮啦、鹿啦、牛啦、野豬啦、蛇啦、四腳蛇啦、松鼠啦，真係好多好多嘢。呢所有嘅嘢呢，都喺神創造嘅秩序下一齊去生活。所以咧，每次去玩落山單車，一路上山去睇住嘅時候呢，其實都係好享受。我每次一路上山一路慢慢踩嘅時候呢，都會咧心裏邊咧哼住詩歌，一路咧去讚美神，享受咧神創造嘅大自然。嚟到紐西蘭呢度玩呢，今次咧有個好特別嘅經歷。當我喺南島玩嘅時候呢，喺我附近呢就有個 bike park 咧，就好好嘅。有啲吊車，連人帶你架單車呢，就帶到你上山頂，然之後呢你就可以盡情咁樣嚟碌落山。不過呢，就每次你都要俾錢嘅嚇，咁都唔平噶嚇。咁但係呢，我就發覺呢就好開心啦嚇，因為呢我慳翻好多力啊嘛，就唔使太多體力，我就可以上到去，然之後就碌落山好多次都得。咁後來呢，嚟到北島呢，就喺我附近嗰個 bike park 呢，就冇吊車嘅，所以呢，每次碌落山之前呢，你都要好努力咁樣慢慢踩翻上去，然之後再碌落嚟。哇！真係咧有比較之下就發覺真係唔容易啊！每日我諗最多都係玩6至7次咧，都已經好盡噶啦。因為真係要好多嘅體力。但係我又發覺呢，原來我咁樣需要好多體力，咁樣慢慢每次踩上去呢，我反而會珍惜每一次碌落山嘅機會喎。之前呢，就俾錢有得上就都唔係太珍惜嘅啫。當我每次慢慢踩緊翻上去，準備下一次碌落嚟嘅時候呢，我就會諗緊，頭先碌落嚟嘅時候呢，有邊啲地方做得未夠好呢？我就呢每次咁樣上山，我都喺度做呢賽後檢討嘅，希望呢下次碌落山會做得更加暢順啦，更加能夠掌握到啲路面嘅變化啦，邊度有個坑要避開佢啦，邊度有啲樹根即係唔好鏟咗埋去啦。邊度有啲彎位即係可以再攞得靚啲啦。有時有啲大嘅 drop 位跌落去嗰啲位要做好準備啦。有啲要跳嘅動作又要諗下我點樣可以平衡啲唔好跌親。當你呢咁樣去檢討嘅時候呢，下次做呢又會好啲，因為你已經有咗心理準備，或者你已經預備好知道要點樣做。其實信仰生命都係一樣，有時嚟得太容易，反而你唔會去珍惜。但係當要付出代價嘅時候呢，
你又會學識咧多啲去珍惜佢。所以唔好埋怨點解神你要我行呢啲咁嘅路下？你相信神俾你呢啲嘅磨練，呢啲嘅挑戰，就係要我哋學習去留心呢個嘅過程，學習咧去珍惜每一個機會，學習去明白你嘅仇敵，學習咧喺呢個困難嘅路上去點樣檢討自己嘅生命。神就係要我哋咁樣去學習，喺困難裏邊仍然相信佢嘅帶領，下次一定會做得更加好。